Nelson 啊，咁啊 Paco 咧就係處理緊啲私事啊，因為佢貴人善忘啊，咁咧交俾 Nelson 咧，繼續大家睇一睇呢個東京嘅樓盤。咁啊，其實我哋呢個位置咧位於呢個上野嘅附近嘅，喺呢個台東區，咁啊距離呢個 JR 嘅一個鶯谷站咧行過去咧就係4到5分鐘左右嘅啫。啊，咁我哋睇一睇成個周邊環境先。嗰邊咧，當府裏面咧就係呢個JR 嘅鶯谷站啊。咁其實咧過嚟之後咧，上翻呢條天橋啊，沿呢條天橋一路行咧，其實仲可以咧欣賞到呢個咧晴空塔嘅一個景色嘅，係啦。咁啊，再過翻嚟呢邊咧，條橋咧落過去。行大概就係3-4分鐘咧，就去到咧一陣間去參觀嗰個樓盤噶啦，非常之方便嘅。好啦，咁啊落咗呢個天橋樓梯之後咧，見到一間咧國際語學校啊，同埋一間好大嘅叫做 Life 嘅一個 supermarket 嘅。咁基本上喺日常生活嗰啲咧，就係濕濕碎碎嘢咧，都喺度買到啦。咁啊，日本嘅 supermarket 咧，同香港同埋國內啲咧就好唔同嘅。基本上咧，裏邊咧就係應有盡有噶啦，唔單止係賣啲日常一啲食品啦、雜物啦，咁就好多啲藥妝類嘅一啲產品啊、衣服鞋襪等等啊，都會有嘅。咁啊，下邊嗰層咧就係賣一啲新鮮嘅食物。咁啊。轉翻彎咧，就我哋今日要去睇一個樓盤嘅目的地啦。當日嘅上午咧，我哋喺經營管理公司攞咗呢套單位嘅鎖匙，下晝諗住去睇樓嘅時候咧，發覺門鎖已經換咗，原來咧已經租咗出去啊！咁聽翻同事講，呢啲咁優質嘅單位咧，一般放盤咧2-3日咧就成功租出噶啦。咁由於入唔到裏邊拍攝啦，只能夠透過之前裝修嗰啲視頻同埋裝修完之後嘅圖片咧，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呢個單位嘅業主咧，當時購買嘅價格咧係2280萬日圓嘅，咁圍喺人民幣咧大概就係81萬左右。咁室內嘅面積唔大嘅，只有32.4個平方米。咁業主同經營管理公司溝通過之後，做咗個全屋內部嘅整體翻新，間成咗2間獨立嘅單人房嚟出租嘅。而家係滿租嘅狀態，每月嘅租金咧高達14萬啦，年回報率咧高達7厘嘅。咁由於日本嘅一個房地產啦同埋租務市場咧係非常之活躍啊同埋火爆嘅，所以如果朋友真係有興趣諗住買個單位、買個樓盤做一個日本經營管理簽證嘅話咧，其實係可以提前準備，可以開定公司同埋申請定一系列嘅手續嘅。當你下次再遇到租金回報豐厚或者地段咧優質嘅樓盤嘅話咧，就可以快人一步搶到呢個心儀嘅樓盤啦。如果大家對日本嘅房地產想了解多啲，又或者係想攞多啲日本經營管理簽證嘅資料嘅話咧，都歡迎留言俾我哋查詢㗎。